伫花莲德鲁区的牌楼是中华公路真重要的地标，已经60年啊，嘛登记做历史建筑。因为经过风台甲地动受损等，即嘛当伫咧修理。昨昏有一台台电承包商的车，因为无注意到悬度，启动到即个牌楼，想袂到还未修理好势，即嘛又搁害去啊，会要求来赔偿。 火车毁牌楼另外一边要穿过牌楼，毋过今日把小将牌楼弄害去。花莲铁路部东西花管公路的牌楼，因为地动甲风台摧残，加上车祸弄掉，咧进行修复工程。想袂到7月中道，搁互时间的台电承包商的班车弄害去。在怪手的，怪手不是那个脚这样吗？太高了，这边就有那个限制高度啊。他怎么没有注意限制高度？对，应该是没有。 原本3月要修好的泰鲁阁牌楼，伫咧中华公路往泰鲁阁结果，也佫有苏花公路过入溪经过所在。民国49年起的94年登记做历史建筑，即马互班车弄害去，太管处爱评估修复时间甲费用，向工程单位求偿。太管处将请设计监造单位。 评估受损范围所需修复金额后，再向肇事者求偿。泰鲁阁是有自年花莲大地震重创了后，部分亲像游客中心、天上西平景点已经修好，毋过中春寺、旧曲洞等景点受灾严重，要咧重建，后续会用分阶段来开放。若无考虑地震风台顶自处灾害，太管处初估会伫民国120年完成全区复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